直播开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在今天的早晨，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特别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再次看见上帝要让我们所领受，让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他的恩典以及祝福。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向他一起来敬拜赞美，向他一起来祷告的每一个人。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愿神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与他相遇。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再次透过他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透过今天早上再一次的领受更多的恩典。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之前，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心的预备来祷告，求神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带着一颗热切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他。这时候我邀请每一个我们一起开口，一起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求神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每一个人渴慕的心，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可以真实来遇见他。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渴慕的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再次的打开，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再一次的来吸引我们，再一次来感动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晨，透过今天早上的礼拜，可以与你有真实的相遇。透过今天早上的礼拜，我们要再一次领受到你新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渴慕来到你面前，举起我们的手，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来看见主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这是我们也为了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献上感谢。感谢神，让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或许我们经历了高山低谷，但无论如何，在今天早晨，我们仍然可以带着一颗欢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过去一个礼拜，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奇妙作为，我们一起开口向神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感谢你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所走的每一步，都有你在我们前面做奇妙的引导。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每天看见你的奇妙，每天经历你更多，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奇妙的一切事情。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奇妙。主，感谢你。接着，我们也为了你所知道的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可能现在也可能是现在就坐在你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为他们献上祷告。或许他们此时，遇见了身体上的病痛，遇见了心灵上的软弱，遇见了工作上的挑战，遇见了与人际上关系的挑战，有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挑战，我们可能摆放在他的面前。我们来为这些需要的人来献上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求神成为他们的力量，求神成为他们最大的帮助。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些你所知道需要的人，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将这个每一个需要的人都带到
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主，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难处。主啊，求你来安慰他们，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们，主，求你来鼓励他们，好让他们在你的恩典，在你的平安当中，再一次享受到主你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你鼓励他们，再一次激励他们，使那个软弱的再一次得到刚强。主啊，使那个忧伤的再一次得到喜乐。主啊，将每一个需要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主，你知道他们所欠缺的是什么。主啊，求你就用你的慈爱，用你的丰盛来补足他们，来使他们感受到主你的美好。主，感谢你，谢谢你。这时候我们也为了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不仅为了别人祷告，我们也将我们的需要，将我们所需的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丰富，也经历神的医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时候我们也一起开口，为了自己祷告，将你所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恳求，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你自己的需要，为你自己的软弱，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将我们的每个生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鼓励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见软弱、遇见跌倒的时刻，主，你再一次来扶持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有你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畏惧。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平安。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遇见患难的时候，主啊，你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也再一次不断的鼓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成为一个热切渴慕敬拜神的教会，成为一个愿意读经祷告、热爱神话语的教会。特别我们的教会在过几年之后，我们即将迈向50的周年。愿神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间，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以及上帝在我们教会所要成就一切美好的作为。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神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求神鼓励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个热切渴慕的心。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因着有你的同在，我们再一次被点燃那个热切渴慕的心。主啊，点燃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喜欢敬拜，喜欢祷告，喜欢读经，渴慕的话语，点燃我们内心的热情，让我们的焦点不断的是对齐你。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使用我们的教会，无论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城市，在所有需要的人当中，我们成为祝福。主啊，带领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同工来祷告，为了我们的牧者祷告，为了我们的长职同工，为了我们每一个服事团队的团长，为了我们的小组长，为了我们的区长，为了每一个团契的每一个干部，为了所有教会的服事同工，我们一起开口祷告，求神加添足够的力量给他们，让他们在服事的时候，因着有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发出带有功效，所做的一切都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领袖，所有的这些同工，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将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领袖、所有的同工交在主你的手里。主，你拣选他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成为重要服事的同工。主啊，求你赐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当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服事，都是为了要来荣耀你。主啊，求你加添他们足够的力量，使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不落空，使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要带出果效，使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单单的来荣耀神。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使用他们。主，感谢你，主啊，赞美你，主，谢谢你。接着，我们也为了今天早上的主日礼拜，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在敬拜中心所有的服事同工，敬拜中心从头到尾的整个礼拜的过程，或者在教育中心有主日学的课程，都求主来帮助，让我们不论在教育中心或在敬拜中心，
我们都用同一个心志，在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为了在今天早上所有的服事同工，也为了今天早上的礼拜的程序，从头到尾都有神的同在，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为这些同工也来祷告。主啊，我们将今天早晨所有的服事同工带到你面前，主啊，求你赐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地方，不论在什么样，不论在敬拜中心，不论在教育中心，主啊，你看见每一个人的服事，求你祝福这些早晨的服事的同工，与他们同在，加添他们力量，使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也将今天早晨的礼拜从头到尾都有主你的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感受到你同在的美好。主，谢谢你。我们最后我们也为了今天早上要传讲信息的郭牧师来祷告，求神透过郭牧师所分享主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激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鼓励。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早上郭牧师的分享，他的讲道，主日的讲道，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他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早晨郭牧师的讲道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透过他，使他口中所说出的一切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鼓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也再次透过他所说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你话语的大能，再一次来调整我们的眼界，再一次来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更像你，使我们可以透过话语当中再一次的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样式。主啊，将郭牧师早晨的讲道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引领我们，再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有一颗渴慕敬虔的心，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们虽然不配，但你仍然呼召我们，你仍然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以来服侍你，可以来爱你，可以来敬拜你，可以来赞美你。主啊，求你在今天早晨也再次用你的慈爱来回应我们，用你的恩典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你新的恩膏、新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神在今天早晨再次成为我们的力量，再次成为我们的平安，再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生命当中最大的鼓励，生命当中最大的安慰。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福分，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再一次与你真实的相遇，再一次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将今天早晨的礼拜交在你的手中，也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可以一起热切的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用这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一起向我们的神来宣告说：神，你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我们的神。除了你在天上，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是的，神真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有，神真是我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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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到有，神真是我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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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在中对你说，神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这神你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主，我们知道世间虽然会变，但有一件事不会变，就是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及安慰。主，我们感谢你。是主，你不仅是我们的力量，不仅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你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平安，更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用我们的全心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全人来回应你。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
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帮助，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使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不再有恐惧，也不再有愁烦，因为你是我们的平安。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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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是磐石，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你是磐石，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耶稣，我心向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
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主，我心全然的相信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耶稣，我心全然的相信你，耶稣，我心相。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主，我敬拜，主，我敬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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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敬拜。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耶稣，我心属于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耶稣，我心，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相信你，我们要学习全然为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因为当我们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就要行主耶稣的道路，
我们就要有勇气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就有力量来奔跑前面的路程。神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主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把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主面前。愿神亲自成全，也愿神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动工，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渴慕的心得圣灵的充满，每一个追求真理的心得神的教导，也让这个敬拜荣耀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从中得到祝福，得到激励，也得到信心。感谢你，愿今天的礼拜全程都有神的同在。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守上帝的话语。我们来看2段的圣经。第一段呢，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9章30节。第二段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16章16节到26节。那我们一起来念。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得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赶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的脚，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随我，不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得找生命。人若谦借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圣经读到这里，我们献诗，我们请信会小组为我们献诗。他们有献的诗是用心来宣告。献诗完毕之后，我们请郭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他所讲到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满有权柄和能力。
谢谢信会小组哈，哇，这一组太棒了，有大人有小孩，有没有老人？没有哈，有哈，谢牧师最老了啊，好，感谢主哈，我们这个可爱的小朋友一起献诗啊，谢谢信会小组用诗歌带领我们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那玉山神学院有没有人去过？很漂亮的地方。好，大家比较没有印象哈。下一次呢，如果你到花莲去旅游哈，你可以上网去玉山神学院说，我想去住一晚了哈。这个有那个类似民宿那一类的可以接待哈，因为比那个饭店还便宜啊。目的是要去认识玉山神学院啊，这个
以原住民的牧者为主的原住民牧者为主的这个神学院不过因为后来呢在花莲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平地的会友要读神学院，所以目前也开放了开放一般的年轻人，一般不是原住民的都可以去参加这个神学院去学习。那因为也少子化的关系，我们现在台湾我们3家神学院跟1间圣经学院学生人数稍微有下降所以他们在主日的时候要全台湾1000多间教会去请安，实在人员派不过来。但是我们有很棒，就是有很多退休的牧者他们身体仍然很健康，很有活力所以今天呢，就是由台南神学院的退休牧师也是教授，我们的郭荣敏教授，他代表玉山神学院来这边来请安报告跟讲道。那在讲道前，我2个报告，一个是什么？原来我刚刚第一堂听到说，他退休了，已经年纪大了，还被玉山神学院邀请去玉山神学院教学所以他算是也是玉山神学院的老师，所以他代表神学院很合理的第二个是我在介绍的时候不知道原来他已经90岁了，算不算？看不看？看不出来那第3个更不简单呢，我们知道他90岁的长辈他当然对台语是最内行的，所以他无论在讲道、在学校讲课都用台语，而且讲得非常的道地。那当知道郭牧师要来我们这边讲道的时候，我就很客气的提醒说，郭牧师，你讲台语绝对没问题，但是要不要有一堂是华语堂你要不要干脆也讲台语好了？他说没关系，我可以用华语讲。原来他是去玉山神学院讲习惯的了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你没关系，你用台语华语都合在一起，我们年轻人都会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位上帝忠心的老仆人，仍然现在活跃他身体能很硬朗，能够为主做工，实在是非常棒的见证他也因为在整个台湾的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体验最深刻，所以他分享的道理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愿神透过他的讲道来分享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把时间很宝贵交给他，我们欢迎郭牧师来分享主的话语，谢谢。来，大家平安。如果我的国语不灵光的话，请大家原谅对了，我们每个礼拜来朝见天父上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惜的这个前面空位置不大下次我来的，如果我又有机会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从前面坐起，这样比较整齐来，台湾是不是一个小国家？是，真的是小国家，比中国差得多了还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惨、更小、更惨，那个叫做以色列。他们的领土大概是我们的2/3，人口大概不上1000万这个民族，小的民族，从有历史以来，小的民族常常会欺压人家，还是被人家欺压？对，台湾也一样，也被人家欺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还有以色列，但古代那些欺负他们的国家，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现在都没有了，是不是？但奇妙的是，以色列还健康存在。以色列的邻邦，他们有大概12亿左右的伊斯兰教，跟他们
为敌，但是很奇妙的是，以色列怎样？现在很了不起，台湾也差不多。虽然我们有很大的强敌想吞灭我们，但是记得今天的讲道，小国家这个北以色列已经被灭亡了，在主前第8世纪722年亡国，剩下犹大。犹大这个小国比以色列更小，但是怎样，也被亚述帝国大军压境，把那些小地方都毁灭掉了，剩下只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今天我们都读的圣经就是说什么？他们剩下的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些228没有被杀死的，还有恐怖统治时代38年的戒严，我们也留下来。上帝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怎样？往下怎样？往下扎根，还要什么？这一句话，这个信息到今天还适用。好了，那么我们要扎根扎在什么地方？记得哦，中国人是落叶归根。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去美国留学移民，他们享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很幸福，但是他们虽然有美国国籍，但是他们不认同中国，认同哪里？中国。在美国不久又要选举了，他们怎样？他们利用美国的民主去什么？闹美国，叫美国分裂。今天我们就在台湾，我们要怎样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扎根在哪里？新约圣经这个是所有门徒的毕业考试。耶稣把他们带到这个什么约旦河的源流，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那边有什么？从这个绝壁里面滚出了水泉、水泉这个就是约旦河的源流，很有意思。耶稣找他的学生到那个地方去，要从那里走到什么地方？走到耶路撒冷，像约旦河水一样，要流到什么地方？流到死海。这个耶稣是活水，象征的耶稣是活水。他的死要成为什么？要给我们有新生的力量。在这里，耶稣问彼得说：“问学生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说：“我是谁？”这个答案有很多，先知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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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彼得说什么？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记得哦。耶稣说什么？这个不是人可能想出来的，这一定是什么？上帝嘱咐你的。
从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要紧的信息：所有的宗教大部分都是自立宗教，要靠着修养啊，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赚到得救。基督教就不大一样了。基督教是什么？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什么？以色列人发誓要忠实于上帝，守约守法，但是他们都失败，没有成功。连摩西也一样，摩西应该可以带以色列人进入埃及，但是他得罪了上帝。耶和华跟他说：“你煮着磐石就好，水就流出来。”但摩西怎样？被他的百姓吵得心很烦，就用拐杖打石头，这一打不得了。他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重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主为重，所以被处罚。你只能看见迦南地，不能进入迦南地。所以有摩西，才有以色列民族。照样，我们的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成全什么？旧约的 Mission Impossible 无法成就的，在耶稣身上可以成就，变成 Mission Possible。今天我们找马太16章，这个是马太的精华部分，刚好马太的最中央就是16章。在这里，耶稣告诉彼得，赞美得不得了，说教会要建设在你彼得 Petros， 这个希腊文叫做什么？石头的磐石的意思。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这里开始有教会，有信徒，有教会，还有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这个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来，我要怎样？从这里到耶路撒冷。”接下去说了严重的问题。来，耶稣属在谁的手里？耶稣不是属在流氓、凶恶的敌人的手里，耶稣属在谁的手里？长老。我们有没有长老？在座有没有长老？长老会害死耶稣哦。更要命的是什么？祭司长、大祭司。大祭司为什么会这样子？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欢呼说：“何西阿那，何西阿那，何山那，何山那。”意思就是什么？他就是先知的弥赛亚。弥赛亚来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耶稣进入了圣殿以后，做一件很要不得的事情，做什么？
饭前的桌子翻掉，把坏人、祭司的门徒赶出去，说：“你们把上帝的圣殿变成什么？变成作恶，拆修了哦，折恶。你看，祭司有权柄，祭司有很好的收入，因为他们人要来献祭啊。结果呢，祭司很要紧的，要把上帝的主意表明在律法，要交给百姓。但是祭司怎样？看钱，看现实的利益比上帝更要紧，就怎样堕落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原来我们选长老的目的就是要跟牧师合作，兴旺教会，造就信徒的。但是我们教会里的，我不是讲贵教会哦，我不是讲富强教会哦，先说清楚哦。呀，看牧师不顺眼，就把他赶掉，有没有？我们选长老是要跟牧师合作的，我们选出来的长老变成赶牧师赶掉的，把好的牧师赶掉的，因为牧师要做很多事工，长老偷懒不要做啊，所以呢，把他赶掉，并一位糊里糊涂的、不用工作的、轻盈的来教会掌权这样子啊。还有第三种人就是什么？第三种人说文士就是什么？像我们解释圣经的人，我大概可以当文士了，因为我专门解释为什么文士会堕落，因为他光讲没有做，老师光讲得天花乱坠，都不做，这个叫做无知。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利米22章那个地方就是耶利米告诉优雅敬，你的父亲就是什么？也吃也喝啊，再来就是什么？为穷苦的弟兄姐妹伸冤，维持公平正义，这样子才是真的认识耶和华。记得你在查经班，在教会里面受到牧师很好的教导，但是光欣赏，甚至于骄傲都不做，这个叫做法利赛人。诸位，行出来了。我在教学生的时候说，没有实行的道理不要讲，你讲出来了就要什么？带信徒一起做，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经学士文士的责任就是这样子。教会腐败的就是有这三种人走错了路，才沦亡。这个事情在彼得眼中，彼得听了以后，马上抓住耶稣说：“主啊，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如果我的学生肯为我这样子做，我一定打他100分。
因为他爱彼得，有没有爱耶稣？爱得不得了。结果是怎样？耶稣说：“撒旦，撒旦，回去，退去我后面，因为你变成我的绊脚石。”要命不要命啊！前面的彼得是高材生，后面的彼得变成什么？撒旦。来，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圣经，汉文的圣经说，体贴女主体贴人的事，没有体贴上帝的事。原文的圣经是女主想人的事，女主想人的事，不想上帝的事，所以彼得被责骂。你看，青年人，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追随耶稣。要怎样追随？扎根在彼得磐石上，结果就是什么？要结出牺牲奉献的生活，才能使地上万族因你得福。这是我早晨讲的，在这里为主牺牲生命的会得到生命，照顾爱惜自己生命的会丧失。泽伦斯基有没有？开始战争的时候，美国说：“来，我政治庇护你，请你到美国来。”泽伦斯基他不是希腊正统教会的信徒，他是犹太人，也是什么？也是清教徒精神的犹太人。结果他待下去有没有？今天谁胜利？今天泽伦斯基所领导的乌克兰成功，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台湾人也有3地同胞、同信的信徒，曾圣光是不是？他也到那边去，为什么？为乌克兰战争，乌克兰人战争，伟大不伟大？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耶稣的道理。再来，我们台湾有谁？曹兴诚先生有没有？他体会到了中国是一个流氓国家，专门骗人、窃取别人的科技技术的，他们绝对不讲信用。曹先生、曹董看透了这种事情，他就怎样？落叶生根，最多落叶生根，不是落叶归根。中国人是落叶归根，永远死守中国。曹兴诚跟在台湾跟我们在一起的许多可爱的中国人、大陆人，落地生根，变成很好的台湾人。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青年人要不怕苦，要经过磨练，要
学耶稣的样子，不怕苦。早前我在喝茶的时候，第一堂喝茶完了以后，有一位弟兄啊，他叫做邱永传呐。他拿一个他自己做的这个工艺品给我他总觉得，因为他没有机会受很好的教育，他总有一点好像很对不起，没有学问等等的是工人阶级的。我告诉他，你做有用的人就够了，有用的人就够了。什么叫做有用的人？服务人家，肯服务人家。青年人，你们在工作要做事情的时候，两件事情很要紧：忠实、信用了忠实，对上帝忠实。再来就是什么？服务。你有这两个条件，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都会成功，上帝会祝福。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愿大家圣灵会帮助我们。耶稣作为耶稣的学生，在十字架下，12个学生，这个犹大亲嘴出卖耶稣，班长3次不认耶稣，只剩下那些妇女。耶稣做人做老师，败得一败涂地了。但是要紧的是什么？复活，耶稣复活，再来就有什么？圣灵要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罪与老我与耶稣同属，跟耶稣一起复活。学生就在活起来，我们活起来就变成什么？属地上万族因我们得福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要造福人类的啦，造福世界的啦。圣灵帮助我们，使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Possible， 这是在主里面得胜的秘诀。请大家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机会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变成心造刚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郭牧师言简意赅，把重点清楚的宣告。愿神透过郭牧师的勉励，每一个人得到造就跟帮助今天呢是玉山神学院的这个奉献主日。那除了牧师的讲道以外，他们准备了一个短片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玉山神学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在那个鲤鱼潭边的这一个就是玉山神学院，我们来看一下。
在原住民神学教育里面，我们会关怀国家的前途，爱乡土，做台湾人，做有文化内涵的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会继续秉持这种信仰，来尽心尽力为主服事，来荣耀上主。育神他不只是在读书方面，他也是要从事很多各样的服事，教会的实习以及学校的活动，还有各干部的学习。其实一直以来很有负担的就是对于青年的这一块，因为人口的流失，又加上青年到外地来去工作、来去读书，所以他们很少回到部落里面来去学习自己的文化以及信仰的扎根。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能够跟这些青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信仰上面的部分，然后让信仰能够更加扎根，让他们能够不要去外面的时候，能够忘记自己的文化，忘记自己的信仰。传道人或是我们的同工，如果一直处于被动的状况，始终就没有办法看见会主动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出去，特别是我们社区的文件站，透过教会去协助，做照顾老人的一些事工。文件站的负责人还有这样的感动，会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这是社区宣教的一环。我在玉山神学院里面实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经验，能够回去跟我的指导教授或者是我的老师来分享，由他们来提醒我该做哪些变化或者是改变，我才了解到说，我不能用一种方式来走遍所有的教会，反而是每个教会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行事风格，我们也应该要有这种精神，抛开这些我们以前固有的这些习惯、一些傲慢，真正谦卑的来认识这块土地。好，玉山神学院呢，在草创时期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原住民在我们的战后呢，他们受教育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刚开创的时候呢，他们总会特别设立一个特别对原住民开放的神学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马上就说至少高中以上来读书，所以他们为了栽培在山上传福音的传道人，所以他们其实当时是国中毕业就收进来了，然后慢慢培养他们能够成为各部落的传福音的传道人跟领袖。那后来在差不多20年前，他们整个教育水平都跟我们平地人都完全一致了所以现在他们的学制跟我们的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都完全一致了。所以最近这些年来，也开始有不是原住民的学生去读书如果你想说，我要到山明水秀的漂亮的地方读书，你可以去那边读也不错我们继续为他们代祷，因为他们要栽培原住民部落的领袖，实在很不简单在山上有的牧师呢，他们一边要自己工作下田去打猎，然后礼拜天来当牧师主理实在是很不简单。那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你有感动，可以用周报里面的奉献袋为他们做奉献。那这个礼拜如果不方便，下个礼拜再补奉献也可以。那记得填上你的电脑代号这个时候我们一个回应诗歌做一个代祷再来做奉献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就是复兴的火复兴的火，我们坐着唱一次唱一次。有同工来拿麦克风帮忙唱嘿，燃烧，
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唱亮结束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讲，开出真同心的祷告，让我们终极之家的号召，以赞美在左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们的燃烧，复兴的火，复兴的火，人中点燃，复兴的火，风灵的火，把我烧在主基，复兴的火再一次，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圣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感谢主，主圣灵的火将我们烧在主祭坛。我们要为玉山神学院许许多多献身当神的仆人的这些各民族的族人来祷告，愿神兴起这些部落传福音的精兵，为主在山上，其实也有很多在平地的原住民教会来服侍。我们也为教会所推动的事工，特别是在暑假，我们开始有主日学的夏令营的活动，还有我们所做的门徒训练的各样的课程，能够顺利推动来祷告。最后，我们也为教会当中有病痛、身心灵需要关心代祷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祝福祷告。5个神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个别开口或是在心中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天父神，感谢你在我们的恩典慢慢在我们当中，为你神的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特别是在玉山学院所宣告为主在做事工，能够大大的兴旺你的神国，也为我们教会推动的事工、暑期事工门徒训练事工代祷。我们也为弟兄姐妹身体病痛的代祷，求你圣灵亲自遮盖在他们身上，也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领受神所天上赐下的赐福，就是5种的赐福：身体健壮、事业兴盛、心灵喜乐、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美善。圣灵圣手，感谢赞美你。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再一次大家同心代祷，求你亲自保守玉山神学院成为神所呼召命定很多原住民的领袖在那边受栽培训练，在各地的教会成为主的精兵。我们也求主保守教会所推动的各样事工、暑期的夏令营，以及我们各样门徒训练的事工，求你来呼召感动更多人愿意受栽培造就，成为神所差派的使徒，来为主来服侍。我们也为弟兄姐妹特别有遇到病痛需要医治，或是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求你赐给他们健康。主啊，我们也特别为南部地区仍然缺水来祷告，求神赐下足够的雨水，让我们的生活不受那个阻挡，能够一切生活能得顺利。特别我们为弟兄姐妹能够蒙神赐福，有健康的身体，有兴盛的事业，有心灵的喜乐，有人际家庭关系的美善，以及灵命的成熟各方面得祝福，有平安来祷告，求神亲自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工作、生活、家庭以及健康，有神特别眷顾。再次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回应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候我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来看本月的金句。我们看华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是你知识的开端，遗忘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章7节。这是我们报告，在我们翻开第2页，周报的第2页。主日敬拜服侍同工，我们下个礼拜的是第一堂，我们请高林清长老；第二堂我们请廖秋平主事，我们请夏牧师为我们证道。那我们再看第3页，我们牧区的部分跟小组出席的部分，聚会的讯息，我们请各位来过公牧。翻开第4页，我们肢体交通的部分，我们本会的消息。今天是5月21是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哈。那我们邀请我们郭牧师来为我们来证道、来请安跟报告。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我们谢谢我们郭牧师。谢谢郭牧师。那第2点，我们今天下午1点半要召开定期小会，我们请小会员预备心来准时参加。第3点，我们下个礼拜是举行圣灵降临节跟圣餐礼拜，我们请兄姐来预备心。第4点是台南众教会定理下个主日，5月28日举行圣灵降临节的全球祷告日联合祷告会，我们大家注意来过目。那第5点是本会的心灵转角，我们从6月3号礼拜6起增加了周6假日的营运，开放更多的时间给邻居、社区的民众跟假日教会的事工学员跟家长来使用这个空间，来应用我们的心灵转角。我们开放的时间是周6的
上午9点到下午5点。第6点，我们丧礼的消息，本会的李和昌弟兄的父亲李宗敏弟兄，就是艳煌姐妹的公公，他在5月16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怀。我们定于5月27日，礼拜六在上午在8点在台南市立殡仪馆怀慈厅来进行入殓跟追思告别礼拜。请能前往参加的兄姐呢，我们向办公室来登记。我们在5月26日的晚上祷告会之后，8点半在礼拜堂参加炼诗会师。那请兄姐在这时候可以参加我们的炼诗的时间。我们请大家在代祷中来纪念，求主赐下安慰的跟力量。第7点，我们下午主日5月28日是医治祷告的时间，那2堂我们请会众准备心。那我们以上，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我要做补充之前，请我们的影音同工牧师刚有把那个图卡贴在下面，可能原来的档案没有在资料夹里面，请准备一下。我们的书法班他们很用心写了很漂亮的那个展示品说特别今天要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的郭牧师，我们请满族长老、信昌长老都来到前面来，把贵宝书记的头前要上一个礼物给你，我们请同工来照相，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下来。我们的书法班他们很用心的写了一些属灵方面的一个礼品送给郭牧师来当纪念当纪念。那我也顺便做一点补充刚刚我有请同工，那个原来档案里面的投影片就有了，有没有？就是有图卡，我贴的那个消息报告下面有3张图卡，有吗？我先做口头上的报告就好第一个，我们看周报里面有写到说我们的第5页主日学呢要在7月20号到23号一共有1天、2天、3天，但是前2天是整天的，要举办一个情绪管理高手的夏令营。那因为我们已经2、3年没有举办了所以要特别请弟兄姐妹，你的家里小孩从要升国小1年级，就是现在幼稚园大班嘛要升1年级的，到要升国1的小朋友，我们赶快来报名，因为我们名额只有65名我们这个有 QR code， 我们就主动来报名因为有交一个费用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我们同工如果有好朋友亲戚朋友的小孩子，很多人都在问，因为2、3年没有办了记得赶快报名，让我们同工能够预备这些教材不会拖太久图卡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领袖学校专门针对我们长职、现任、退任的还有包括我们的侍奉团队、我们的小组长副组长，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小家长所特别开办的一个课程这个前半段是针对小组长，因为怎么运作小组我们特别请小组长邀请你准备这个有核心同工来报名因为我们为了配合大家，因为平常上班嘛那第1届是在礼拜天下午，大家也很忙，有时候时间不允许，所以现在我们就慢慢一节一节来上所以用礼拜4晚上7点半请大家
这些同工，我们包括你有读过门徒学校1跟2的，都可以来报名，因为我们要赶快报名，然后我们可以准备那些教材，所以记得我们在办公室登记。那我们在6月15号，6月14号正式要开课，6月15要正式开课，就礼拜4晚上7点半，我们欢迎已经上过第1期的，你要复习也可以，这个是我们的图卡。第2张图卡是我们的刚刚郭牧师也特别为玉山神学院报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台南神学院，我们本地的台南神学院，他们要在6月30到7月1号举办一个来跟从我神学营，意思就是说你对神学有没有很向往、很有兴趣去参加他们的营会，知道说到底神学院在读什么那你就可以报名去参加这个是叫来跟从我的一个神学营会当然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金景他已经报名了他已经在神学院学1个学期了，那再补上课也不错你可以邀多几个同学，特别是年轻人想要去经历神学院到底是在读什么去认识这个校园你可以周报也有写了我们可以来报名去参加这个神学院。当然你报完名不去读神学院不会勉强你了只是说去体验一下，很不错再来就是第3则卡，就是我们的喜安兄在这边喜安兄他要在6月1号开始在我们的那个公会堂，就是远东百货的后面有没有一个无缘公会堂那边举办一个他的画展。哇，我们的喜安兄真的年纪越多那越活力跟我们郭牧师一样很认真在创作那图非常好我们期待6月1号开始，我们到这个公会堂去那边参观他的画展我们也为他的画展成功来祷告。他预定在6月3号的礼拜6要举行一个开幕茶会了我们也恭喜他。另外除了这个图卡之外，我再补充1、2样就是我们的教会何昌兄的爸爸叫李忠明弟兄，在高雄过世了，但是他因为家人在台南，所以要在台南举办告别式。那我们因为要联络圣歌队在练歌已经来不及，我们就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个礼拜6早上8点时间方便要去参加表示关心的，我们就直接参加人都当圣歌队员就对了。我们在礼拜5晚上8点半在这个礼拜堂练个诗歌，这首很熟的诗歌我们去隔天我们的8点要到怀慈厅来参加这个告别礼拜也来参加献诗参加献诗这样子。另外还有我们也有很好的课程要推动我们有冠冕真道理财课程理财课程要在这个报名一旦有8名我们就可以开课。另外我们哀伤陪伴跟婚姻关怀事工消息都有报告在这边，也鼓励大家邀请人来参加这些报告期待大家能够一起来关心特别是领袖课程，记得来报名，我们来准备教材准备教材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请同工来再跟郭牧师照一个合照来做纪念我们下午1点半要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参加。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荣，我们唱最后的诗歌，我们请会众起立。唱完歌，我们请郭牧师为我们祝祷。请大家坐下，我有一点报告可能这个对大家也有鼓励的作用这个现在的院长玉山的院长
到我家去的时候，他谈话中他提起一件，我已经忘掉了。他说我们的招生会议完了以后，我遇见他，就跟他说：“你救了2个平地学生。”意思就是什么？他是神学院入学的最后1名，因为前2个平地人成绩比他好一点，所以为了要收他，非收他不可，因为他是很特殊的山地的原住民同胞，就进入了台南神学院。奇妙的是，他虽然是神学院入学的时候最后1名，但是怎样？他在神学院很努力。台南神学院毕业了以后，他继续很努力，就到什么？得到这个南非改革中的神学院进修博士。在这个神学界里面，就业是最难读的一个科目，他结果得到了博士学位。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在年轻时会遇到挫折，但是坚持。上帝给你有什么恩赐，你按照这个恩赐去努力，就有前途。最后我下午要用希伯来大祭司祝福以色列人的主导，用希伯来文主导。这个话就是什么？愿主赐福保护你，就我们常常念的，很熟悉的。第一行3个字：愿耶和华赐福，福气是从上帝来的，福气是福气的源流，上帝耶和华。再来，他要保守我们，得到了祝福以后，还要保守我们守得住。另一方面就是什么？我们在外边从离开了教会以后，就会怎样？基督徒是绝对少数，但是记得耶和华保守我们，不用怕，依靠他前进。第二行5个字这5个字就是耶和华的脸光照你，看你呢，照你呢。记得我们牙齿痛的时候，就要用 X 光去照。耶和华的光照我们的时候，你不要去吃排葫芦给先了，不要作假。所以大家都有缺点，所以我们天天就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在过活，谦卑一点。最后就是什么？耶和华喜欢的脸看你，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得到上帝的耶和华的喜悦。再来就是什么？上帝给我们夏洛，早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堂里面，我们的平安和平是平安无事，就是平安。希伯来文的夏洛那个是什么？所有的祝福加在上帝的祝福加在一起，叫做什么？叫做夏洛。所以大家站起来。Ibareka Adonai ve Ishmeeleka
Yael Adonai Panau Eleka Wikneka Isa Adonai Panau Eleka Uyasem Leka Shalom Amen.我们默祷闭会。